真正的勇氣 Charles Fletcher Dole。 有人反說會講，敢講人佇戰爭時期無比和平時期閣較需要勇氣嗎？咱就愛講，迄毋是事實。若是傷害害人閣較需要勇氣，那安尼勇氣真正足驚人。敢講救人一命無閣較需要勇氣嗎？逐工攏有千千萬萬勇敢的人，拼命去幫助人，解救咱免受到傷害。勇敢的醫生甲護士去到有病痛世界拖開的所在，醫治病人一點仔攏無驚嚇。勇敢的研究人員當在進行危險的實驗，為着大家超找有益的知識。勇敢的工程人員毋驚意外的生命危險，為大家創造閣較安全、閣較舒適的生活。勇敢的船員攏是正面迎向大海甲風浪。勇敢的拍火兄弟不時準備犧牲性命，衝入去導火的厝體，甲受困佇內面的人救出來。炎暝熱天，攏嘛有勇敢的查甫囝親手去救注水的同伴。永遠莫袂記的，勇敢去幫助人，總比勇敢去傷害人閣較好。